南的将军区金兴宫白大亭的附近，日前有不明的人士来倒50吨的废弃物，警方接到通报，到现场来调查，而且通知到环保局共同查证厘清，要甲乱倒废弃物的人找出来。 将军金兴宫是地方的大庙，每一年拢会去到附近将军溪白大亭进行请水。这个技术已经有10年历史。不过过前几工啊，金兴宫接到信道通报，讲有人伫咧遮倒买50吨的粪扫，庙方嘛是通报警察处理。信道来报告哦，讲就是拜5晚、拜6早啊，凌晨才3点外啦，来倒啊，因为伊带出去钓鱼嘛吼，都拄着。 白大亭附近因为人车拢真少，嘛无监视器，警察含环保局配合沿线调查，即马现场可当看到真侪粪扫，而且卖片着臭烘烘的味，当地民众拢真生气。大家拢希望讲，咱的行政单位、政府单位会当来查出源头吼。 倒粪扫行为已经违反废弃物清理法，相关单位卖讨论来正式监视器，防止这个情形搁一摆发生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